你公公同你爸爸都係一個彈琴好叻嘅人嚟㗎，雖然佢唔係完美，但係佢係一個好人，佢好愛我哋㗎。你要彈錯調啦，頭先嗰個咧應該係咁。爸爸，我都好想好似你咁叻啊！你只要俾心機練多啲咪得咯。知道。我叫 Melody， 現職係個鋼琴老師，但係其實如果唔係遇到佢，我都唔會再彈翻琴。佢叫 Ricky， 係我嘅未婚夫。我同 Ricky 夢想係成為一個鋼琴家，去維也納表演。後來 Ricky 實現咗佢嘅夢想，雖然未去過維也納，但係佢都成日出 trip 旅行，出 trip。你幾時返香港啊？我哋由一班人去旅行，到我哋自己兩個去旅行。旅行依家變成 Ricky 嘅專利，剩低我一個。我忙緊啊，再講啦。Melody， 爸爸，你返嚟啦？係啊，你估下我買咗啲咩嚟送俾你？送俾你。咩嚟㗎？呢一個咧係舊式嘅菲林相機嚟嘅，俾你試下學影相啊嘛。多謝爸爸。爸爸，你今日返工辛唔辛苦啊？唔辛苦。呢部相機好特別喎。係啊，呢部相機係我細個嘅時候爸爸送俾我嘅。你睇下，佢 wheel 翻大幕入去係左右調轉嘅。係喎，好特別啊！你攞去睇下咯。漫天飛過，不說出怎似我。其實在你好多嘢會隨住時間而消失，就好似友情、感覺，又好似親情咁樣。爸爸，我大個咗要做你嘅新娘。傻女嚟，遲啲等你大個咗，你會遇到一個好似爸爸一樣咁愛錫你嘅人。咁係咪好似過咗身嘅媽媽咁啊？你個笑容好靚啊！望呢邊啊，笑一笑 ，smile。爸爸同公公彈琴咁叻，咁媽媽你識唔識彈琴㗎？你媽媽咧喺公開比賽度攞過獎㗎，仲同你爸爸我合奏過添。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. Third champion is Miss Melody Ho. 阿爸，我好掛住你啊！個比賽終於完咗啦，阿爸，我終於贏咗啦！依家我係咪可以喊啊？其實
度做我嘅結婚場地啊！嗰度係我為咗爸爸去用咗比賽嘅地方。嗰陣時好傻，但真係贏咗。咁爸爸呢？爸爸佢過咗身。我要多謝我阿爸，佢同我講，人生要順自己嘅意思去活，因為唔知道自己可以有幾長命，都唔知道幾時會成功定失敗，最重要嘅係未試過。Ricky 先生，無論係疾病、健康、貧窮、富裕，你是否願意娶 Melody 小姐作為你嘅合法妻子？我願意。咁 Melody 小姐，無論係疾病、健康、貧窮、富裕，你是否願意嫁俾 Ricky 先生作為你嘅合法丈夫？而家可以交換戒指。恭喜兩位已經成為合法夫妻。爸爸，我終於嫁到一個我鍾意嘅人啦，一個新嘅家，